在线上跟现场的弟兄姐妹，开心我们在今天晚上再次的聚集，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全能之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一起来宣告全能的真神，你掌权。全能之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一起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因为当我们无论到哪里去，主耶和华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每一天，日日夜夜。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日夜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面环绕着我，
掌管万有的主。主，我们到哪里，你都在哪里。主，你是掌管天地万有，是生命气息的主。主，你也在乎我们，你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主，你也无时无刻在查看你的子女。你希望我们在你的恩典底下，但有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方式，要过幸福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却不能，我没有办法。主，唯有回到你的面前，专心仰望你，趁着你还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真的希望你的同在；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真的希望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我们每一次的呼求，真的希望你从宝座上，你也在我们当中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我们真的希望按照您的心意来祷告，不叫我们妄求，也叫我们能够照着神你的旨意，让你自己来引导。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更深的敬拜，更深的呼求，按着您的心意来呼求。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主哦。刚才用诗歌，但是现在我们要用我们的所认识的这位神的名，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要来歌颂他。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主题叫做耶和华的所在。那严格说来，耶和华的所在叫雅卫撒玛。雅卫撒玛是其实是一个地方一座城的名称哦，它不是神的头衔哦，但是与神的同在，还有他的能力，他所带来的一些的宝物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至少在现代的一些普通用语当中，它常常被用来表示神的同在或是神的名字哦。雅卫撒玛。那在新约的当中这个名字比较接近的就是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要表明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神，他与我们同在。透过历史上的耶稣，他与我们同在。雅卫撒玛，这个是表示说，当耶稣与我们同在，那里就是耶和华的所在。那其实这里在提醒我们，我们被造是要在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赐福里面来经历、来享受的哈。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哦，在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城市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后面这个耶和华的所在就是雅卫撒玛哦。好，那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哦，他是乐意永远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上帝哦。第一个我们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主。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赞美他，是因为他的同在必带来什么？必带来能力，必带来他的圣灵充满在你我的当中。你相信吗？如果你这样赞美，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充满就与你同在。第三个，我们来赞美这位神是圣洁、有怜悯，他是公义、无所不能的主。所以在我们当中，他建立他永恒的
圣殿永恒的居所。我要邀请大家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是我们的居所，是能力的，是权柄的，他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在你我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这位神，用神的属性来赞美他，赞美他是全能的，是查看你的，是与你同在的，是谢谢你，谢谢你，你是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耶稣，你彰显上帝的慈爱，就在我们当中，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同在中，我们享受你的能力。你在地上滚滚，在天上要滚滚，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你也是给我们圣灵，说要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明白真理，叫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是吧？你也在这样的一个圣洁公义当中，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让我们同心合意地球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你的同在，是你的居所。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的大能，赞美你的同在，赞美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你与我们同在的居所。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主。主啊，因着你全在，主啊，在我们既在我们里面，也在这所有宇宙的万物当中。但是主，你更愿意让我们人更认识你，以至于你用那有形的形体，那圣殿来让我们领受。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用你这个全能的主的角度，你让我们更认识你。主，你不是高高在上，乃是主，你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哪里来敬拜你？主啊，你就在哪里。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啊，因为主，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主，我们真的是很渺小，是你所造的。但是主，你竟然用你一口气吹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啊，使我们可以来敬拜，来赞美你，使我们每一次来呼吸、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就在这里。主啊，你的灵在这里。主，使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来知道，主，你是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你从高高的天上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在每一个地方，主，你就在这里，你就是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你，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每一个地方，主啊，每一个你所创造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主你在那里。主啊，你是公义，你是慈爱。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全能的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呢？其实就是从创造生命的起源就开始。在创世纪，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这创造的故事里面描写人跟上帝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神创造男造女，然后呢，将一切的万有都交给人来管理哦。那原本人彼此之间是一种单纯亲密的哦，但是一旦罪进入到人的当中，我们知道蛇就诱惑了人，诱惑女人，那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被毁坏了哦。那这个关系就被破坏，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就意识到这样的罪拦阻了神的恩典那不配继续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他们开始怎样躲起来但是到哪里去躲避神的他的脸呢？当然是没有办法那最终他们被逐出伊甸乐园，神也派基督伯在那边守着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这样的一个伊甸乐园。但是其实神没有放弃人他没有放弃人，他开始主动的
建立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透过带领他的子民，他们为奴的时候，他差遣摩西去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其实就像申命记4章37节所说的，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所以上帝透过云柱火柱，在那种旷野很难生存的沙漠很难生存的，但竟然白天他用云柱，晚上他用火柱来保护他们，不受太阳的这样的一个照射，不受夜晚那种低温的寒冷。那在当中我们看到在旷野，他透过这样移动式的会幕，也表达了他的同在，一直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都在表达他是不管是在哪里，在神的子民悖逆的时候，他依然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他们继续怎样犯罪，所以先知以西结他目睹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就是因为这些的子民不断的背叛，不断的犯罪，导致我们看到一开始创造的故事里面，罪就拦阻了人跟神之间那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不在那里，当然能力就离开。以西结他最重要的这个结尾就是充满了极大的盼望。他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什么？对，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是表达什么？神再次的同在，他是在预言一个未来复兴的时刻的来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真的献上感恩神不离不弃，即使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神还是为他们预备什么？皮衣啊，是代表一个救赎。神主动的为他们预备，代表了神的怜悯跟神的救赎。我要邀请大家现在要来真是要来感谢要来感谢神的恩典。即使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悔改归向他。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焰所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招在你身上。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因为他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在远离他的时候，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依然用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依然用他慈爱的手来护卫着我们，来感谢他。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一些的亏欠软弱，为了任何我们认为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挣扎的意念，好像上帝都远离我不理我，这是谎言。我们要承认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在暗中查看你，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察觉神的同在，神不离不弃，我们竟以为他丢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弟兄姐妹，邀请大家开口来同声来感恩，献上我们感谢他不离不弃，他与我们同在，也求神来赦免我们这心思意念是背离的，求神来赦免。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是这一位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拯救我们，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背离当中，真的是你依然同在，一样透过先知在向这些百姓说话，依然透过你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作为，来向我们彰显。在这疫情的时代，你依然透过这样的疫情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回转归向你，让这大地能够生生能够休息，能够重新的恢复。神，你要给我们的生机。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世代当中，我知道我们的软弱拦阻了
听我们的祷告，你是我们的恩惠，主你也是我们的能力。谢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真实见证主你的同在。主，但很多的时候，主，我们可能更多的声音是：主，我知道你爱我，但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主，我知道你的同在，但是我为什么不觉得你在？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你不在，我们用自己的标准跟判断去论断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回转向你，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主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生怕主你的同在更显明自己内心的黑暗。主，但我们更是要反过来，将我们自己的内心黑暗交在你的手中，将我们自己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再次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认罪悔改不只是显明自己的羞耻跟羞愧，而是在主的当中，我们要重新被接纳，要重新在主你的同在恢复过来。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你同在。主，我们真实要来到你的面前，更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主，谢谢你透过疫情来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要这些患难、痛苦跟挑战，但是很多时候，主真的是在这患难、痛苦跟挑战当中，主，我们才真实的认识到，主你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能要临到我们，主你那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信实临到我们，你那超过人所以为的公义临到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就如同今天我们所挣扎的一样，我们一面感恩，但是主，我们也一面悔改，因为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更意识到，原来这一切不是我自己能做，而是因为主你的同在，我能够来行。主，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持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中，我们就要献上感恩，将我们自己的焦点，主要从我自己，真的是能够与你一起。谢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有你同在，即使我们会害怕，会担心，会忧虑，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那正在面对家人的逝去的，主啊，你的安慰及时的临到，因为你同在，你就在这个难过的现场，你就在这个挣扎的所在。谢谢你愿意接纳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有从你来的信心、勇气，愿意接受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同心来守望，特别是在这艰困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来宣告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黑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们要为的国家来祷告，特别在这黑暗的时刻，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更要为这块土地的百姓，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行，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在新北这样的一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不断的让有一些的确诊有一些的大楼也被清空。那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当中，我们依然有神的护卫、神的同在。不管是在我们的外交，在我们的内政斗来斗去，我们的疫苗、我们的医疗还有医疗人员的确诊打了2剂，
莫德纳还是会确诊所以我们看真的是我们面对艰困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有足够的这些的物质，特别也让神的平安代替我们所面对这些的恐惧。那为着执政掌权的有智慧面对这一次Delta 病毒不管是在校园，或者是在医院或者在社区这样爆发，我们恳求神，过去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依然恳求神的大能这次与我们同在，让这些变种的病毒来面对我们这样的威胁的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平安的度过。特别让这些医疗人员在做疫调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在做医疗，或者是这些的帮助这些病人都能够有充足的体力。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看到会不会在受到这一些的经济的冲击还有这一些的商店，我们恳求神真的怜悯，真的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一起来站在破口的地方，我们来守望，来祷告。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更需要福音，人心更需要神更需要神的同在，更需要神的安慰扶持。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现在我们一起就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开口同声来祷告。谢谢你是台湾的主，主啊，你来掌权，主啊，你来恳求你护卫着台湾，主啊，过去在那种几百年的当中，你都出手了，你都护卫着我们。这一次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变种的病毒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执政掌权，让我们的CDC，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中心，能够有智慧来提出这样的防疫的计划。主啊，帮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严峻的当中，全民起来团结，不要再有这些的口水，主啊，不要再有这些互相的争斗。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世界土地，怜悯这地的百姓，除去一切的对立仇恨，主啊，一切的这些的对岸来的搅扰。主啊，我们看到只有你帮助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的威胁。我们有足够的医疗的资源，我们有看到这些疫苗接着进到我们当中。我恳求你，让我们这施打疫苗的普及率不断的提高。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样疫情的冲击之下，经济受创的，主啊，你要让它重新恢复，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刺激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商机再现。主，我们也后年你来祝福，站在每个破口当中，我们基督徒起来守望祷告，为这城市百姓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智慧掌权来祷告。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台湾的福音，谢谢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我们大声感谢阿罗你的大恩典，因为阮的罪恶的过满的人类中受你拣选，成做你的囝儿。虽然你疫情多变的社会，阮犹原有你的大恩典，互我无拄到恶有担当的事。你予阮伫你的保护下面得到平安，阮感谢你。亲爱的主，求你听阮的祈祷，伸手大权能的圣手来拯救医治。最近感染德尔塔病毒的技术甲幼儿新冠病的确诊的师生，为因的厝里的人来祈祷，求主你帮助因，保守因，互因恢复健康。求主你也帮助阮人拢会当警醒，真正做好防疫自我管理，无伫到家庭中的传染，甲社区传染，正做一个破口。主啊，阮也求你使阮即届疫情得到控制维持，会当离二级无得甲扩大。
为了中央政府官员以及选拔桃园市的市长，求主小使因聪明的智慧，做出防疫的决策。主啊，阮也为着疫苗的供应会充分，求主你来，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施打疫苗。主啊，阮也为了社会不安来祈祷，求主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互阮无紧张、无惊吓，互阮会当有主的平安伫阮的内心。特别上帝，阮也要为了前线的机场的防疫医务人员来祈祷，求主你来透放因工作上的压力甲重担。主啊，你的保护来加看因无受到病毒的感染。小事万米的主，阮看见疫情带来各行各业的问题、的衰退的情形，阮也为因来祈祷。特别，阮也要为了餐饮业来祈祷。求主你予餐饮业工作人员小使因有平安。求主你用上好的麦子，予每一个家的餐厅、夜市啊、小吃店摊贩，拢会当得到满足。亲爱的主，阮也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予阮有生命，予阮因为你的福音，予阮的生命会得到永生，予阮的生命来得到透放。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为身为主来传福音，予阮每一个人拢有火热的心来传扬主你的疼甲恩典。求主你来施恩甲帮助。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为着国家祈祷，也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兄弟姊妹的需要，为着我们教会，为着肢体的需要，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一起用马太福音6章9节这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这位上帝是查看我们的需要的上帝。特别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认识他吗？认识他呢，是那我们成为我们的天父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一些都要加添给我们。你有信心来经历吗？特别是我们要为了教会肢体来祷告。有的人来教会他的姊妹，有时候他们面对了最近亲人的离世，面对了生意上的冲击，面对工作上不稳定，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在这困境当中，依然经历到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让我们经历不可能就成为可能。所以不可能的会通让你真做有可能，因为只有这位神才能做得到。所以他要帮助我们在教会面对这一些的 Delta 病毒变种的病毒的威胁的当中，我们也不断要来做一些的更新，特别是透过这些的小组，还有我们的聚会，不管是线上跟实体的同步，我们也能够成为透过这些的线上，我们依然能够传福音，我们依然能够祝福我们的社区。主要我们恳求主在他的教会当中行奇妙的事。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数的限制，但是依然浇不起我们对神的这样的热情。求圣灵来眺望我们，眺望我们对神的这样的热情跟信心啊！我们肢体之间，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彼此的扶持，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受苦，他们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奉献，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带导，让整个目前施打的疫苗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躲避这一些的副作用，身心灵都能够健壮。我们也知道开学了面对这一些的病毒，这些孩子进到校园，有的还没有打这个疫苗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孩子他们出入、他们进到校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求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护卫着他们，也让他们有智慧，家长工作也都能够放心有效的。年轻人的毕业，求神带领他们前面的方向，也让他们在职场上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原则就是什么？遵行神的这样的一个诫命，神的这样的律法。我们也透过社区的这些的活动，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有想到说，教会当中有谁你需要为他祷告，你就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兴起你的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到桃园这地区。主啊，你当初拣选了一群热心爱你的子民来出来开拓这样的教会。主啊，我们也看到兴起的世代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起来，要来承接这样的使命。主，我们恳求你来施恩赐福，让你的教会在面对疫情的这样的困境当中，让我们有智慧，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主，我们真的恳求你，需要你从属天来的智慧能力充满，让你的祷告就充满你的殿，充满每一个家庭。主，我们为着每个家庭来祷告，为着每个家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起来同心来祷告，我们就要看到不可能的就要成为可能。在这样的限制当中，我们不被取代。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施恩赐福，在这个世代，我们也透过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线上的礼拜、线上的小组、线上的训练，来帮助人回到神的面前，帮助人更多的认识你，帮助弟兄姐妹在彼此之间有美好的团契、美好的交通。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孩子，无论从幼稚园、小学，一直到这些大学、研究所，恳求你赐给他们智慧，来寻求前面的方向。主，你圣灵自己来引导他们的脚步，走在神你恩典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宣告你的应许要成就，宣告你的赐福在当中，宣告困境要变成逆境，变成顺境。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看见神，你要指出一条路来。主，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很需要你，求你带领教会，求你让我们在小组的聚会跟训练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就是福音的精兵，然后让我们的小组跟社区的服务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求你带领，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现在线上的礼拜跟小组都可以让更多弟兄姐妹来参与，然后可以一同服侍上帝。亲爱的主，也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彼此的关心，可以互相的扶持，也保守我们在施打疫苗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不要有太多的副作用，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健壮。亲爱的上帝，我们要为学生们祷告，求你让学生他们在开学之后面对新的环境都能够有好的适应，也看顾家庭，让他们的亲子关系都可以亲密，可以在各样的状况下都有上帝你的同在跟看顾。亲爱的上帝，我们要为
社青祷告，求上帝你让我们在职场上能够容神一人，能够荣耀你，也为着鼓舞的成长班、家长成长班祷告，求上帝你在暑假营会之后，可以让福音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可以发芽成长，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亲爱的上帝，我们把我们的需要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上帝你带领，也让我们可以不会因着疫情就受到限制。亲爱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神的应许就要充满降临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一起来宣告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一起来。我有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唯有耶稣是永恒的盼望，唯有耶稣是让我们奔向永恒的那条路。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让神的应许就充满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感谢主，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次来宣告，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耶稣，他是永恒唯一的盼望。主是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主啊，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从忧伤变为喜乐，因为你的救赎，我们从惧怕当中有平安，有盼望。主，谢谢你，让我们的祷告上达天庭，让祷告蒙你垂听，让我们祷告得着应许。主啊，谢谢你将你的平安施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在现场，或者是在每一个家庭，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赐你平安。